亚头所等的台湾，全台湾各地警察局每一年若到年底，拢会举办防抢钱、防抢劫的演练。新北市三重分局今年的演练结合着防疫，这个抢匪要抢银行进前，还阁先配合来量体温，真趣味哦！做伙来看。 银行内底突然出现一名歹徒，但是要注意哦，先量体温再个讲。想要抢银行嘛，唔通袂记，就要遵守防疫嘅规定。今年新北市三重埔分局防抢的演练，看起来实在是有够逼真。相反闹跑了，搁劫持人质，开车逃走。警方这时出动警网，要全面来拿查。将这次的演练融入了这个黑色幽默将这个疫情那放入剧情里面就变成是额温枪 VS 改造手枪那当然是额温枪赢啊。 虽然是用手机录影，看起来嘛亲像在看电影。演抢都是一名警察组，不过检察在演练的时阵抢银行，原来抢10多年咯。我每次抢都被抓，抢到又是假钱，所以如果说依那个刑责来判的话，我已经被判了10几个无期徒刑。不管是咧演抢盗的警察组，或者是演保全的农会同仁，拢演了真逼真。这届三重埔警分局结合辖区内底的金融机构来参加，希望未来若是拄到真实的案件，会当马上组织快打部队，迅速来逮捕掠人破案。